要一杯红茶，微糖去冰，谢谢。好。我要一个草莓欧蕾冰的，还有一个热拿铁，糖浆多一点。好，没问题。谢谢。你怎么点2杯饮料？你不是不喝咖啡？是谁说我们2个之间不能有秘密的？喝咖啡不是守护。咖啡是点给我男朋友的。你男朋友？你怎么没先跟我讲？他不是那个上次一直让你不开心的那个人？你们居然认真交往？不是，之前那个让我不开心的烂人，是一个解救我的暖男。啊，你看，他来了。嗨。阿健说要正式介绍另一半给我认识啊，你怎么没在这？瞎蛋是怎样？正式介绍一下，这是阿健。你好，我是阿健。下次再看我们演唱会哦。白痴。爱去看表演不约我。我就路过去看一下而已。是谁说我们2个之间要没有秘密的？你白痴哎！谢谢。你要喝什么？红茶微糖去冰啊。这是你们2个的饮料。快！虚气他们叫你过来，打你那么糗啊！你在睡是不是啊？死了！家都被拆了，你还在回城啊？不然在一场嘛？这么烂，是一样的。哎，肚子还蛮饿的。啊？你刚吃那么多菜还不够？蛮像我们家小王会做的事啊。什么你们家？哎，反应不用那么夸张吧？我跟他可是比认识你们2个还要久哎。对啊，我们是 girlfriend 哎。girlfriend 又怎么样？亏我刚才特地帮你做一道菜。哦。你在干嘛？学你们的啦。徐启章，干嘛？你有听过一个传说？什么传说？你现在双手抱胸，看可不可以看到你的后脚？双手抱胸，看后脚，起飞喽！你很无聊哎。这什么意思？哦，说他这样看起来很可爱啊。这是我们高中生的梗。你不懂啊？哎，我真的很饿。那我们去买东西吃吧。走吧。不错啊，怎样？感觉你们越来越好啊。什么时候告白啊？没那么快啊，哪像你？快一点才好啊。走了，不要废话。